后来乡亲继续来看台中清水的清洁队，每个月初一、15收本数，拢会收到真侪拜神明的花，农业阁俊青，感觉就安尼甲单调真无彩，所以就甲这个回收的花来甲提炼，做成着花露水，互队员顾面来做面膜。讲参这个查甫的男性队员使用了后，拢感觉皮肤变甲水当当。 小姐体同事咧敷面膜，阁饲几粒啊，帮助吸收。大家齐做伙，要互晒过日头的皮肤较舒适。这毋是美容院，是清水清洁队。队员甲手内平常时咧拜佛做的花瓣分开，洗清气了后，佮用鼎来做露水，互废弃物新的生命。回收回来的花卉来制作我们的环保花露水。因为现在刚好冬天，就是用起来感觉会蛮舒服的，对，比较不会那么干燥。保湿。 然后就是淡淡的香味，成分真单纯的花露水，敢若送无要卖，连男同事拢想要来试用。主要的素材看起来非常的典雅精致。伫清洁队的后壁，阁有一个秘密的环保花园，成员甲收来花蕊结合废弃家具和茶棒打造缤纷花园，阁透过成立环保花露水创作工作坊，来完成花露水及连续制作。 我们制作完成的这些花露水的以后的这些残渣，又可以回归作为堆肥使用，可以说是垃圾零废弃的最好的一个表证。花露水结合酵素、抗菌剂和保湿剂，阁会使变成精华露。清洁队未来卖到社区推广到店，甲民众来做花露水，要甲环保永续的概念继续教互别人知。